2026年2月11日，農曆臘月24日，吉日吉時，書舞堂街舞工作室正式開工，現在開始，1點天晴，吉星高照。2點眼睛，一路光明。3點鐵角，威震山岳。4點耳輪，耳聽八方。5點獅鼻，氣勢山河。6點口利，大吉大利。7點手腳，隨意飛躍。祝書舞堂街舞工作室由頭順到尾，禮成起鼓。